亦奮鬥，昂首拒萬尋，吶喊聲響透，盼自由歸於這裏。何以這恐懼抹不走？何以為信念從沒退後？何解血在流，但邁進聲響透，見自由光輝香港，在萬星隨落午夜，迷霧裏最遠處誰來報？角色我自由來齊集這裏，我全力抗拒，勇氣智慧也永不變。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無能兒女為正義時代革命，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我願榮光歸香港。歡迎各位網友收看荷蘭網頻道同埋員工語頻道聯合廣播呢節嘅對話人間咧，同大家跟進伊朗嘅局勢。咁大家知道2月28號，美國同以色列聯手就攻擊呢個伊朗主要嗰啲軍事設施、領導人嘅官邸核設施，以至到嗰啲軍事人員嘅辦公室咁啊。咁就現在咧就基本上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已經係被擊斃，就係喺第一日28號，只不過發動嗰個攻擊，但係佢都係10多小時之後咧，已經係被刺殺咗。咁呢個係一個斬首行動。咁啊，現在咧就伊朗就發咗癲咁，周圍向鄰近嗰啲國家咧，包括冇美軍基地嗰啲阿拉伯國家都發動啲導彈襲擊。咁啲導彈咧就真係唔係讓子彈飛讓導彈飛，周街飛，咁就甚至又誤中酒店，唔知誤中一定特登酒店，特登打酒店。咁啊，啲鄰近個國家咧就非常之憤怒㗎嘛，要話聯手同以色列同美國咧要向伊朗宣戰。咁啊嚟到呢一刻咧，咁啊中共嗰啲空防，俄羅斯嗰啲 S-300冚唪唥都冇晒影，咁就重複咗委內瑞拉嗰啲空防係變咗係渣嘢。咁啊，現在去到呢個階段，特朗普突然間就同嗰啲記者講，唔排除地面部隊㗎。不過呢個係如果唔需要就唔會做，但係都唔係而家冇決定。佢話我唔會學以前啲總統咁咁講到死晒一定唔會派地面部隊呢啲係美國嘅選項嚟嘅。咁啊，Elma去到呢個階段，呢個戰爭打咗3天嘅嘞噃。咁而家我哋播出嚟嘅時間咧，已經去到2026年嘅3月3號，即係頭尾4日㗎啦。點樣評估後續發展咧？嗱，Victor，我睇翻呢成個所謂戰爭就根本係咪叫戰爭呢個問題？戰爭你見到兩邊打噶嘛？邊度有淨係一邊打嘅啫？即係捱打，根本伊朗喺度捱打，一開始嘣一聲，佢都未出過手，就俾人成個即係上最高嘅領導成套班子冇晒，咁一路捱打打到而家，你話叫戰爭又好，叫咩都好啦，我就話根本就第一冇戰爭係捱打嘅一個捱打嘅情況，而家就基本上完咗啦。因為咧，阿 Trump 覺得佢完成咗任務嗱，佢啱啱佢又講翻已經講翻啦。嗱，佢嘅目的阿 Rubio 又出嚟講啦，佢目的咧要消滅晒所有你導彈佢叫做導彈嘅基地同埋製造嘅能力，同埋無人機導彈同無人機而家差唔多冇乜分別噶啦，都係咁上下嘅嘢嚟嘅。因為無人機去到又係炸咗之後就自己滅亡。咁佢攞取消呢個能力，嗱，呢個第一步佢係佢嘅講法。第二步咧就要攞你
毀滅咗你個海軍啊，毀滅咗你個海軍，等你唔可以威脅嗰條海道啊，波斯灣叫做霍嗰條海道。爾木茲海峽。霍爾木斯海峽，咁就嗰個波斯灣，嗰個成個波斯灣嗰班石油佬咧，全部靠嗰度出場。嗰度20% 石油，全世界25% 天然氣係靠嗰度出嚟嘅。咁咧基本上就完咗噶咯嚇，兩樣嘅目的都達到。戰艦咧就俾美國咧炸咗佢11艘戰艦啊，跟住咧嗰個海軍總部又炸咗。就嗰個所謂佢有個無人機嘅航空母艦啊，嗰個無人專門係放無人啲，又炸埋冇晒。對荷爾莫斯嘅威脅咧，淨係口講嘅啫。你哋嚟親咧，我炸你，但係實際就冇咗威脅。咁我覺得咧，軍事行動啊，唔好叫戰爭啦，軍事行動就完咗啦。其他嗰啲就執頭執尾，永遠都有嘅，嗰啲就已經無關重要啊。咁啱啱咧就係納塔亞胡啊，以色列個總理又出嚟講話，即係多謝美國，實際就話講多謝美國啊，佢哋完成咗任務。咁佢嗰度咧，老實講咧就唔美國佢又有個鐵拱啦，美國又幫埋個手啦，將傷亡係好少嘅。當然啲人成日都有去避，又要去地下佢有啲避嗰啲導彈，但基本上。所以冇乜嘢，咁當中其他嗰啲小事話咩？科威特啊，唔係邊個國家係咪科威特？唔小心打低咗美國3架戰機啊 ，F-15係嘛？係啊 ，F-15E 係科威特係有3架，係科威特嗰度 friendly 打 fire 低咗 F-15E，咁咧聽講話嗰個操縱嗰個系統嗰個印度人嚟嘅，即係唔知係咪公報私仇定係乜嘢？咁啊唔理啦，嗰啲根本就唔關事嘅，唔同呢個戰爭冇關係嘅，嗰啲係意外嚟嘅。咁美國同其他嘅係死咗4個人，死咗4個人根本就係即係老實講好輕微啊，唔好話冇傷亡，但係輕微啊。比起上嚟成件事咧，就真係非常呢個傷亡係非常之輕微，代價係非常之輕微。咁咧，但係咧有一樣嘢咧睇到咧嗱。就頭先你講咗啦，即係伊朗咧，話上邊嗰班人死咗，但係下邊嗰啲人咧，照樣放咗好多導彈去鄰近嘅國家喎。嗰班全部多數都係石油過嚟，嗰班有靠石油揾食嘅。點解咧？嗱，呢個就係原本嘅計劃，就係話咧，嗱，我攞你成個石油啊，呢個成個區加埋咧，就係等於波斯灣出口嗰個量嚟嘅。能源嘅量啊，頭先我講20% 石油，25% 天然氣，全世界嗰度啊，咁咧呢個咧佢就想破壞晒佢哋咧，就係大家同歸於盡。嗱，你打我啊嘛，攬炒啱啦，啱晒啦，我又可以用海路嚟封你，我海路如果封唔到你咧，我就大家同你齊齊，我用啲導彈打唔到你美國，我起碼打到你波斯灣嗰啲能源國家，佢實際係做呢樣嘢。但係當然係有限嘅嚇，佢嗰陣時根本就係上個成個伊朗已經冇咗領導啦，已經冇晒領導啦嗰個已經係即係嗰班友死晒啦。咁下邊嗰啲人咧就記得嗰陣時佢講過咁做，咁我盡量咁做，咁係咁依肥幾下，實際就係一個已經去到嗰度已經嗰個組織冇咗冇咗領導冇咗組織啦，就呢啲係個別嘅行為嚟嘅，個別嘅嗰啲下邊嗰啲軍隊嘅行為嚟嘅，即係啲革命衛隊啊、民兵啊嗰啲啦，係嘛？係，所以到咗而家咧，阿 Trump 咧就基本上等佢嚟投降等佢話俾講和談咧就係俾面你嘅啫。實際而家咧到咗呢個階段咧，阿 Trump 等緊佢無條件投降。咁美國嗰啲所謂真係分析戰爭嗰啲咧，話已經去到呢個階段啦，冇咩好講噶啦無條件投降。咁無條件投降。阿 Trump 係乜嘢條件？無條件都有條件嘅，完全冇晒條件送晒俾你，你都唔知點辦咁阿 Trump 會啲條件咧，就係佢梗係盡點樣用翻你邊啲人乜，講到最後石油有啲人話唔關係全部因為石油，嗱嗰班靚妹話全部都因為石油，咁咧實際咧又係因為石油，又係唔因為石油。美國就唔需要佢油。但係咧，佢咧實際咧利用呢啲石油嚟控制中國，
中國兩個大來源啊，一個就委內瑞拉，一個就喺呢度伊朗嘅石油，加埋成20幾個 percent。中國嘅石油嘅入口20幾個 percent 係靠呢兩個國家嘅，就俾美國控制咗俾美國控制咗。咁實際咧你又唔敢，你話你敢唔敢唔聽話即係阿 Trump 去之前，阿 Trump 呢個人咧成日佢用個 respect， 實際 respect 即係黑社會要挾你咧就叫做 respect， 即係要攞啲你要俾啲 respect 俾我。佢上次都係㗎，嗰陣時好耐以前第一任嗰陣時，同阿習近平食下飯，走咗去，跟住行翻嚟話，我啱啱炸咗敍利亞嗰啲啱啱嗰個 ISIS 我放晒喺度，即係佢用呢啲嘢嚟俾你知道你知道你要尊重我，你要尊重我。咁佢呢次咧就去之前咧，去北京之前咧，你要尊重我。呢個就係短期嘅，長期嚟講咧。就控制晒成個地區、成個能源、成個中東呢個就係不得了。中東不嬲都係亂晒大龍啊！今次咧睇到咧，成個中東好似冇乜嘢啦，因為嗰個罪魁禍首就係伊朗。今次咁都冇咗，呢班人冇咗，咁基本上咧，中東咧就可以講咧就太平啦，成個中東嘅太平啦，好少喎。好少控制到成個中東喎，咁你諗下中東幾多石油啊？天然氣、石油，全世界嗰度係最多嘅其他個地方咧就係俄羅斯，俄羅斯啊俾佢制裁晒，基本上冇得喐就係佢話有得放就有得放，冇得放就冇得放。咁我睇咧呢個無條件投降咧，佢唔使管理佢嘅，管理佢嗰度自己嘅啲人民選舉之後咧有翻個政府，佢最緊要就控制咗你嘅石油。咁佢控制啲石油唔係淨係石油自然咧控制埋美金最近都睇到啦，上個禮拜阿普京話，佢願意佢出口嗰啲能源全部用美金嚟計數，咁呢個美元啦，委內瑞拉梗係要攞美金啦，攞美金唔收，咁呢度佢控制咗之後，都係用美金嚟找數，呢樣嘢咧打救咗美金，美金都幾危險噶，因為出太多印得太多，出咗去外國你想個國債嘅意思就係我印咗咁多錢俾到你，咁我爭你咁多錢，人哋攞咗翻嚟，人哋攞咗張欠單就到時佢可以落嚟問你攞翻咁多錢，然後買晒你美國啲公司都得噶喎，37萬億超過咗你所有嘅市值成個美國咁嘅公司嘅市值差唔多就係呢個數字唔知有冇呢個數字添咁佢可以買晒你美國，咁嗰時買定係唔買你見到美國就俾人掏空咗人哋拿住啲錢嚟同你，跟住就買晒你啲股票，咁你點辦？所以個問題咧，控管佢呢個打救埋美國，打救咗成個能源，打救埋美國，同埋航道以前我哋咧成日都睇咩馬六甲台海巴拿馬嗰啲，我哋睇嗰啲咁嘅航道你關鍵航道邊嗰啲叫做要點講要衝要道。要嗰個能源要道係咪讀要塞要塞咽喉一個講法，係咪有個要塞用個字要塞要塞都啱嘅。係我哋以前就係細個就用要塞嗰兩個字嘅咁美國咧就叫 choke point 即係咽喉，即係咽喉啱嘅，捏住你喉嚨。咁咧你諗下呢個荷爾木斯好重要嘅馬六甲重要，所有啲貨都要經過嗰度嘅咁跟住咧就呢個咧所有嘅石油能源要經過嗰度咁你話啦，巴拿馬又緊要佢全部一個個控制晒將來咧你行北極嘅話咧，佢又控制去格陵蘭佢根本係完全佢呢啲路好明白嘅，冇乜秘密嘅冇乜秘密嘅，但係我哋一定要睇得通，佢做嘅嘢係有目的嘅。所以你話佢唔係為石油，佢唔係為咗美國嘅石油，為咗控制全世界嘅石油唔係淨係你伊朗嘅石油。咁佢定價啦嘛，變咗你邊個控制就邊個定價，定價權好重要嘅咁你而家就係佢哋將來嘅 AI 嘅定價權又係佢噶AI 講到乜嘢好重要咩？講乜嘢都係要定價嘅，冇價錢嗰個件嘢咧就係冇等於冇控制。邊個定價之後邊個話事？呢個人咧就絕對係話事嘅人嚟嘅呢個話事。所以我而家
基本上我嘅睇法咧就係要求無條件投降，咁佢就跟住美國咧就話我定邊個條件，我放翻幾多權俾你，由佢話事啦。好似當日嘅日本一樣啊，打完之後咧，所有日本嘅憲法制度尤其是嗰套政府制度咧，就佢話事。咁原本咧，好似日本咁樣，原本又係個天皇係等於神嚟嘅喎。原本天皇係神化咗嘅喎，個個見到佢唔可以直接望佢嘅喎。天皇叫你死你就要死嘅喎。咁佢就逼住天皇承認佢係人。佢要道歉，佢又講，又喺電台嗰度講翻説話，即係呢個好緊要啊！呢個天皇承認佢唔係神，佢係人。咁伊朗又有個問題啊，伊朗又係呢班友仔咧，就佢用宗教用宗教，佢係教主啊嘛，佢用宗教嚟控制咗你成個國家喎，都冇得同你講咩，你講咩都冇用啊！你係咪想同神嗌交啊？嗱，神就係只有通過我至可以同神嗌交嘅。就係啲咁嘅呢啲咁嘅有壟斷咗，唔係淨係壟斷咗所有嘅嘢，壟斷咗你嘅精神啊！宗教呢樣嘢好嘅，咁我睇下 Trump 呢樣嘢咧，大家都明噶啦，唔可能嘅你要管，你要最後要俾翻個權俾人民，人民反而係最溫和、最和平嘅人民唔會追求打仗啊嘛，呢啲咁嘅領導為咗權力權力嘅慾望佢一定係要發起戰爭嘅，但係人民你冇從來未聽過人民發起戰爭啊嘛？人民要求生活好啲啫嘛，冇乜好特別要求人民做，由頭到尾人民嘅要求係最和平嘅，所以我就覺得咧就話佢肯定係還政於民，咁然後咧將來對付中共嗱，佢而家基本上全世界咧，普京基本上都同佢即係低晒頭噶啦，臣服咗阿 Trump 噶啦。咁最後同中國搞掂咗中國之後咧，就唔俾你用共產主義呢套嘢佢唔係想佔領你，一啲興趣都冇。但係咧，一定要你用翻人民嚟主權，咁你變咗你中國就和平啦。而家中國對全世界威脅好大㗎，武器嗰方面，你個貨品嘅方面。金融佢用嗰個金磚人民幣嚟威脅你係嘛？跟住咧威脅你台灣又有核武器，全世界咁多地方用啲貨品用嗰啲嚟威脅你，佢一定要解除你個威脅。同你合作做生意冇所謂，但係冇得俾你威脅住嘅。所以阿 Trump 咧用呢個卒之呢個係其中一個用能源，跟住同阿習近平傾偈嗰陣時，要求逼佢咧。限武講就講談判大家點樣限武實際咧就唔俾你用，你而家揸住核武器好惡㗎你講即係伊朗嘅領導人即係而家過渡班。唔係我講中國去到中國就逼你限武。中國 OK 伊朗就冇咗㗎啦，已經俾佢打殘咗㗎啦。但係去到中國咧就逼你限你嘅武器咁當然客氣講啦，實際個裏邊全部係啲暗中嗰啲力量就係逼你。咁金山胖嗰啲就已經投降咗噶啦，即係兩下散手就搞掂你噶啦。而家最緊要講到最後都係中國。中國嗰個經濟搞到咁強大，當然啦，而家已經變咗武裝，又強大咗之後，經濟就跌翻落去，但係個武裝仲喺度。咁呢樣嘢咧就阿 Trump 就全世界都係擔心呢樣嘢嘅。一定要搞走你共產主義，跟住咧就逼你限武呢樣嗰樣，整翻一個民選嘅政府出嚟，呢個就係美國最終嘅目的咁睇落咧，你見到全世界佢唔係直接同你搞嘅，佢一步一步咁圍你，跟住包圍咗你，咁逼到你最後就要服咗佢，即係變咗臣服於美國嗱咁樣講到伊朗先，而家眼前嘅問題咧，好多人都話你上次1月3號捉馬杜羅呢啲咁樣嘅南美洲嗰啲土匪式嘅國家咧，即係差唔多一人天下啫。但係而家你伊朗咧個面積係睇落數一數係烏克蘭嘅3倍有多噃，成9000萬人，咁唔係馬杜羅嗰啲咁樣嘅細國者可以比較。嗰次捉咗個阿頭總統，捉咗佢去紐約審咧，
就成個副總統啊就變咗係看守，然後就美國咧就係督住個羅德里格斯個女總統，即係而家代總統啦。但係伊朗唔係喎，佢成個即係神權政權係有個什葉派，佢嗰啲即係類似原教旨主義嗰度精神洗腦，即係中共洗咗70幾年啦，超過3/4世紀啦，已經去到今年2026年已經叫76年啦。伊朗都洗咗47年喎，誒咁啱啊！特朗普第47任總統就面對伊朗47年。呢個國家面積咁鬼大，又係神權控制，當然佢呢個唔係一個阿拉伯國家，本身係一個波斯人，波斯人就同阿拉伯人咧就係兩種民族嚟嘅，即係完全獨立出嚟嘅。要美國要咁樣即係整死咗，即係炸死咗呢個哈梅內伊。就想以為咁樣，喂下邊嘅咩副總統啊，咩即係總統啊，或者其他嗰啲代理嗰啲人就可以聽美國支笛。喂，似乎嗰條數唔係咁輕易計喎，有好多網友係喺留言區咧係咁樣講，唔係我哋想象中抄呢個係委內瑞拉嘅模式，copy 過嚟得啦，有冇咁便宜啊？阿歐嗱，第一。炸嗰陣時咧，就炸死咗40個領導啊，指揮啊，嗰啲叫做 commander，你乜嘢都好啦，早知嗰啲領導啦炸40，而家又加埋就48個。嗱呢啲超過啦，而家已經過咗啦，過咗啦。嗱，但係啲數字咪等於係乜嘢啦？59個啦，已經好似去到。嗱，我覺得等於乜嘢啦？等於中國成個軍委加埋嗰班咩乜邊個區嘅總司令，邊個區嘅總司令。加埋咧就每一個兵種嘅總司令喎，咁嗰度差唔多20人到喎，20人啦，跟住咧成個政治局常委，跟住咧國務院嗰啲副總理，全部加埋晒啊，都冇40個啊，都唔夠40個。佢而家已經你講緊50個以上啊，冇晒噶啦，同埋走咗唔知幾多啊。而家一張機票啊，你而家大馬士革啊，由大馬士革飛去莫斯科，張飛機票炒到成100萬人民幣一張啊！個個都走，嗰班人拿住啲錢走。咁美國財長係睇晒嘅，你嗰啲走親咧，啲錢回嚟回去咧，佢睇住，根本已經掏空咗啦，成個領導。所以你見到而家冇乜聲，冇乜人出聲嘅。又話組織咗個3個人小組求見阿習近平，求見阿 Trump，想同阿 Trump 談判。呢啲已經冇兵權啦，嗰班人已經冇咗兵權，兵權已經散咗，走晒，知道唔係辦法。同埋阿 Trump 話接電話都接到冇，啲人打電話嚟投降啊！話我冇事，我投降啦，你唔好嚟殺，唔好嚟殺我。啲人打電話去白宮啊，要求投降。即係你係大過咩啫？咁你睇下咧，嗱一整咗馬杜羅之後，其他啲友根本就投降晒。群龍無首啊！呢個就係乜嘢？所以點解咧？就係叫做咩啊？擒賊就先擒王，一擒咗之後咧，你就成隊人，唔理你幾強啊，就係散晒噶啦。呢個永遠都係，即係未見過打仗，未打過兵法嗰啲就唔明白啊！乜嘢都係講首領嘅以前都係啦，中國咧成日都有人造反嘅有咩太平天國啊？有咩一個頭一走咗之後，即係散晒。成個散晒，啲國家都係啦，一個朝代都係一個天子一死咗之後咧，就成個散晒咯。呢個成日都發生嘅，所以即係個觀眾以為嗰場戲好鬼好睇啊，有排睇啊，可以睇幾個禮拜啊，冇啦，睇埋呢個禮拜已經冇咗，而家冇嘢睇，而家只不過啲報道嚟嘅啫，而家冇行動嘅根本，呢度炸咗，嗰度炸咗，嗰啲差唔多係全部係單方面嘅，唔係打仗嚟嘅。全部一單方面，即係一個打一個挨打，就咁樣。咁佢嗰個都係即係不成形啊，已經潰不成軍啦。嗱，中國人有晒呢啲字嘅，中國呢啲即係中國人打仗嘅歷史經驗最多，潰不成軍就係咁樣。咁而家咧就嗰班人組織啲人嚟同阿 Trump 講啦，阿 Trump 就開始講條件啦。我哋睇住啦，嗱，幾單嘢。冇得宗教同政府無關，呢個你睇住你想講。即係政教分離。係啦，你幾日之後就明噶啦。嗱，第二咧，能源要俾美國話事，其他嗰啲唔重要嘅。呢兩樣就係佢打呢場仗嘅目的。
咁啊，盧比奧就喺星期一都講咗，喂，更大嘅事都未發生喎，即係好似而家只係即係3月唔係2月28號，去到3月1號、2號，喂，嗰啲真係甜，嗰啲叫前菜啫喎，點辦咧？嗱，阿 Trump 都話就嚟有大件事發生啊！係啊係啊係啊，呢啲係靠客嘅，我話俾你聽，佢而家就嚟同你談判啊嘛！我仲有大把嘢未搞你㗎，我仲有件大嘅神器未用㗎。呢啲係靠客，唔需要用咧，用咩啫？人都冇完，但係佢為咗阿 Trump 呢啲係談判高手啦。佢就算佢贏晒啊，但叫你服到一句聲都冇得出，要你無條件投降咧，就出啲咁嘅嘢啦。哇！我仲未正式嘅招數都未出啊，嗰班友嘞，乜嘢都應承啦，真係咩都應承，嚇到你腳軟啊！有咩啫？啊，實際就係佢控制晒啫嘛，佢嚟做老細啊！啊，你間公司係俾人接管咗咯，係啊，特朗普的確係啊，我最勁抽佢都未落手啊，都未開始啊，都未喐未開手啊！波打佢啊！你唔好以為佢唔識拋浪頭啊！呢啲好識拋浪頭噶，佢需要拋浪頭拋浪頭，但係佢拋浪個頭嘅情況之下，後邊有實力嘅，佢可以用，亦可以唔用。呢啲就係即係我哋見得世面多啊！有好多人咧，淨係即係未見過啲所謂即係嗰啲高手啊，未見過高手過招，但見到高手過招，嗱呢啲就真係高手啦。阿 Trump 就正式高手啦。係啊，另一方面咧就講頭先嗰個霍爾木茲海峽或者項目茲海峽咧，就革命衛隊即係嗰個總司令啊，而一個高級顧問叫做賈巴里，就話咧海峽已經關閉咗，就如果有人試圖穿越咧，革命衛隊嘅英雄同埋正規海軍咧會將嗰啲船燒成灰燼。咁啊，但係日本放送協會就訪問美國嘅將軍，美國嘅高級官員咧就話並唔係有咁嘅事喎。我哋嘅資料個海峽係冇被封鎖嘅喎，因為一旦封鎖海峽咧就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啲主要嘅波斯灣產油國即係佢哋又出嗰啲石油就出唔到呢個海峽，出唔到海峽即係去唔到運出去阿拉伯海，然後去到馬六甲海峽嗰邊或者去歐洲嗰邊，係嘛？似乎喺度搞緊宣傳戰喎，呢啲革命衛隊。你頭先話人哋拋浪頭，你都拋喎。阿 Victor 封呢個海峽咧，有兩個條件。第一，你要有戰艦，人哋嚟嗰陣時你要有戰艦。第二，要無人機，所以佢就炸咗你11架戰艦，跟住咧炸咗你。最緊要咧，你嗰個無人機嗰個航空母艦啊，嗰個平台啊冇咗，咁你點樣威脅啊？你要封鎖，要行動，唔好把口。佢而家剩翻把口啫，我封鎖你，所以你明白啊嘛？我由到我話最緊要就係呢個海峽啊，佢咧就佢啲嗱，但係大家睇到啊，禮拜一啦，而家係幾多？而家禮拜二啦，播出嚟啦。而家禮拜二，但係你睇美國啊，大家唔好成日睇我哋唔重要噶。今次就係美國禮拜一開市啊，佢股票冇乜點喐喎。成日啊，禮拜日成日嗰個行情啊冇乜喐。如果係大鑊嘅話，嗱呢啲係最敏感啊！我同你講冇用啊嘛。佢哋有啲揸住嗰啲錢啊，哇！如果有大鑊咁嗱聲抌股票啦，做乜嘢？股票又冇冧，啲油股啊、石油股起翻添啊，起翻晒。啲石油梗係跌咗少少，有啲影響，但係好少啫，幾個 percent 啫，唔係咁大鑊啫。所以成件事冇事啊！嗱，我成日都我再睇住禮拜一啦。所以阿 Trump 咧係禮拜五嘅下晝，佢喺德州演講，演講之後咧就喺飛機嗰度咧就開始寫嘢啦，寫嗰啲短文啦，跟住出嚟公佈係美國嘅禮拜五嘅夜晚黑，即係已經收咗市啦。就呢個成件嘢3點幾，下晝3點幾，即係東部時間。下晝3點幾，差唔多4點。正式出嚟講係夜晚黑喎，正式出嚟講已經係半夜，即係話嗰陣時係乜嘢咧？
嗰陣時係伊朗嘅凌晨嚟嘅。咁嗰啲人聽完啦，梗係聽到之後嗱嗱聲開會啊！呢場會咧就係自己攞自己命啦。咁梗係咁重要喎！美國政府話同你開戰喎，正式宣戰喎，咁你梗係開會噶啦。呢場會就係俾佢哋捉到啊！即實際以色列同埋 CIA 都捉到呢個會噶啦。跟住咧，嗰啲飛機直情喺上面等緊佢啊，直情喺上面盤旋啊。卒之大家決定朝頭早8點幾，伊朗時間朝頭早8點幾啊，話食緊早餐啊，先食早餐就開會就射你啦。30淨係佢個總統府附近啊，30幾支嗰啲深層炸彈啊，即係嗰啲官邸克梅內伊嘅官邸，成個平咗變咗個窿，變咗成個一個坑啊，變咗個坑。嗱，呢啲就係真係就係咁樣做嘢，真係犀利。所以嗰個炸咗之後咧，根本就唔係戰爭啦，已經唔係戰爭啦。唯一個打嗰場已經打完咗咯，其他嗰啲根本就係收尾嘅，完全而家即係所以變咗我所以話而家就係執手尾。所以我哋原本希望呢場嘢講多2個禮拜咁啊幾好啊，係咪？我哋有嘢講冇啦，而家差唔多冇啦。其他攞唔攞嚟講下點樣掃尾，即係實在就冇咩好講噶啦。冇咯，伊朗海軍嘅艦隻總數冇咩，冇根本就未還手啊！我知個艦隻總數係得13艘啊，如果話你話已經打沉咗11艘啊嘛，即係玩完。係咪又13艘啦？就係唔係，總共係13艘佢哋。總共得13艘係咪？係，唔係嗰度係啊？封嗰個港係唔需要咁多啊，嗰度窄啊嘛，得差唔多20公里嘅咋，嗰個最窄嗰個地方啊。鎖住嗰度就鎖晒㗎啦，而且佢度仲有一半係佢個陸地喎，係伊朗嘅一邊岸就係佢陸地，仲有一半咧就係歐馬嘅，仲有一半啊，對面岸咧，嗰個哚口嗰度啊，嗰個哚口咧，嗰個哚咧就係歐馬嘅，對面海咧就係伊朗嘅，嗰度實在好容易。嗰個阿巴斯港，佢揾陸地嘅炮彈都封到個港嘅，咁嗰啲戰艦冇晒，其他陣間炸晒你㗎啦，話炸到離晒大譜咧，嗰啲飛機出動啊，幾千次，咁我差唔多話而家已經開頭，琴日就講900個地方啦，而家唔止噶啦，而家差唔多幾千，而家千幾啦，即係話好快又會過2000，因為佢而家啲戰機冇停過，佢話成個轟炸咧就未來幾日仲會繼續嘅，可能仲有啲殘餘嘅據點。或者係啲兵工廠啊、武器庫啊，或者係有啲導彈嘅基地，又俾佢發現咗係新嘅地方，會繼續去差唔多係好似清道夫去掃晒佢。係咪而家可能咧？都呢個禮拜嚟緊都係即係咩冇噶啦，冇嘢冇還擊啊！戰爭要兩邊先叫打戰爭啊嘛！而家真係根本就捱打咗完咗之後咧，就根本就同你清晒。你地下有幾多嘢同你清晒，地底有啲嘢同你清埋。咁啊，聽講話佢海底仲有架潛艇喺度噶係嘛？一梗要清噶啦，呢啲全部要清晒你為止。咁呢啲冇辦法嘅，咁呢啲卒之係要啲時間嘅。但係你話打仗咧，我又講唔出點樣打仗，唔係仗嚟嘅呢個，成件嘢都係實力不成比例係嘛？成個都係掃蕩嚟嘅。係，真係嗱，呢啲就係犀利啊嘛，強啊嘛，唔使死人嘅喎，所以美國根本可以啊。如果做得好啲啊，一個人都唔使死。正式戰爭死真係冇乜戰爭死嘅。咁而家咧，我哋喺網上睇到好多。普通話講國語又用簡體字嘅，咁就話習近平今次咧就好明顯有誤判，誤判到咧開咗戰，中共駐德黑蘭嗰啲外交人員都冇撤出，佢哋買唔會打嘅，以為伊朗可以繼續拖下個禮拜2再傾。佢哋有誤判，結果就週末就開拖，咁佢哋嗰啲人員咧要開咗火之後先至好倉皇咁樣喺德黑蘭撤出啲外交人員，咁似乎今次咧就中共又飛唔走喎，阿 Victor 飛唔走喎，成個中東嘅航空，我有朋友喺嗰度翻嚟啊，啱啱走得甩就成個而家開翻少少飛阿聯酋嗰度咧就開翻少少。但係咧，基本上咧就嗰班大陸嗰班好多做生意嘅人喺伊朗啊，嗱聲揸車一路揸到去地中海嗰邊啦，
喺嗰邊走啊，喺陸地走啊。咁成個中國大外宣就係俾呢班友講咗，以為真係好好打嘅，咁佢哋真係信自己啲武器，一件嘢都未攞出嚟用過。大陸又話乜嘢導彈又東風又西風，我都搞到乜嚇，搞到我都莫名其妙。咁你攞件嘢出嚟睇下，打兩下出嚟睇下，冇嘢睇嘅，完全冇料到。哎呀，真係我都未見過咁弱嘅，真係係，所以我不嬲都唔信共產黨啲嘢，真係我從來唔信嘅。乜又話呢個航母殺手，我真係好想見識點殺法我都想睇真係下啊嘛！你講到咁威，一粒都未見過。咁你防空系統我哋見唔到啊，因為你喺地面上嗰啲咁樣嘅雷達啦，我哋啲外行嘅，即係你俾我睇我都唔知咩雷達，以為電子遊戲機添。三組雷達啊，俾佢摧毀晒啊！摧毀晒，同埋根本冇起到作用。佢話咧嗰陣時咧，美國已經攞佢所有嘅通訊雷達啊，全部攞佢已經失咗效噶啦，用美國用干擾到全部失晒效噶啦。用即係嗰日朝頭早，大陸嘅術語叫啞火啊，啞火啊，即係又係盲咗又聾咗啊！即係信號就收唔到，亦都唔能夠提出任何嘅資訊，根本就即係等於癱瘓咗。嗯。咁啊，而所以家就剩翻我哋中國人都有啲面子㗎，但係真係我哋都冇埋面子。你講咁多嘢攞少少嘢出嚟睇都睇唔到，真係冇面子啊！俾共產黨丟晒架。唔係，我都好同情啲觀眾嘅，即係希望佢都成日睇到想睇到少少，連少少都睇唔到。今次真係為俾真係俾共產黨丟晒架。唉，又話呢啲咁樣嘅中俄伊同埋伊朗係呢個咁樣嘅三國聯盟，原來呢乜嘅真係紙老虎嚟㗎，真係完全弱過藥煲嘅，真係。唔係，反而俄真係好失望羅斯咧自己咩？俄羅斯有自知之明啊！得嗱聲撤僑啊，撤僑撤大使館，嗱呢有自知之明啊嘛，明啲吹乜嘢啫？吹咗咁多次，次次都冇用嘅。所以俄羅斯唔吹噶，你睇睇由頭到尾就喺委內瑞拉都冇吹。第一就撤僑先，撤僑自己最快。唉，你都真係中國自己呃埋自己啊，真係慘。跟住就成個大外宣喎，突然之間，原來咁噶，原來冇料到嘅，咁慘啊！嗰班友即係冇晒信用啊，俾啲觀眾笑死啊！俾觀眾笑死你都係冇面啫，但係最重要係你嗰啲冇面軍火啊，國際軍火以後冇市場，亦都冇人再相信你去吹牛。你睇下呢一場委內瑞拉，2026年開手2個月，你兩個國家原來你話佢賣到天下無敵嘅，原來係冇影嘅，叫做唔係無敵。咁就即係又點賣啊？中國軍火以後真係撲街生意，係嘛？即係呢個。係啊！你而家嗰啲原本我買佢嗰啲第三世界嗰啲國家，全部親晒美國啊，包括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呢幾日嗱聲同塔利班砌佢哋喎，砌佢哋喺美國面前要立翻下啲功勞啊！投名狀嚟㗎，投名狀啊！嘛呢個時間真係砌啊！而家去美國嗰度領功啊！去美國嗰度領學擺到好明顯噶啦，即係呢啲個個都識睇噶啦。而家個個都係冇啦，邊度仲有人同佢中共嗰啲武器啊送俾你都唔好愛啊！真係害死人啊，害死2個首領啊！呢邊一個，嗰邊一個，你仲敢用佢？咁你最後買唔買武器，梗係嗰啲獨裁者嗰啲首領決定噶嘛？幾多錢都唔買喎，買咗你信咗你，跟住就玩完。因為哈梅內伊間接都係俾中國害死啊！我信咗你啊，掂晒啲空防系統，吹到點樣？嗰啲咩隱形戰機都唔知幾多百公里之外都可以將佢嘅隱形戰機可以驗到出嚟，即係反匿蹤啊！叫做哇！而家講到天上有地下無，結果係天上真係冇，地下就變咗係白冇。咁所以嗱，你就淨係睇下王毅敢唔敢去伊朗咧，咁就知道到底有冇俾石頭掟死都似，俾人打死啊！唔係美國打你，佢嗰班友打死你啊！話你害死佢啊！好啊！今日我哋呢一集咧就同大家講，伊朗都走向即係無條件投降呢條路都冇得揀啦，因為即係特朗普嘅口頭禪 ，You have no class。冇牌打，真係冇啊！我都想睇下，我都想攞翻少少面子，睇翻攞翻中國人啲面子，冇得半張牌都睇唔到。
你俾個耳仔我睇啦，耳仔底都唔知去咗邊度，都走埋。咁而家剩翻都係美國同埋以色列都係喺伊朗咧，就做掃場，要將嗰啲殘餘嗰啲特別核武嗰部分，濃縮有部分真係今次真係同佢大清倉啊！舊年9月舊年6月即係3個地方啫，今次同你，既然都入嚟啦，既然都好似即係伊朗上空一日遊啦，嗰啲戰機啊！咁今次係做盡啲隨污無盡，隨惡無盡。我哋睇到中共即係完全喺2026年開首2個月已經原形畢露啊！呢個紙老虎即係話要為全球人類指明方向，又話要締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你中共照顧下你自己個命運先。你自己嘅命運都照顧唔好，你唔好同人哋照顧命運。所以呢啲中國啲假大空講又好漂亮咩光榮正確偉大，冚唪唥都調轉嘅。原來又猥瑣即係殘暴完全係黑暗嘅，呢啲係黑社會嘅組織嚟嘅完全唔見得光㗎。而家俾美國特朗普呢啲咁樣嘅炮火一照之下，原形畢露仲要害埋呢一個哈梅內伊信咗你，而家就即係。我都奇怪點解佢唔會匿喺啲好遠嘅地方點解佢諗住有空防系統，結果就中晒招馬杜羅都可能都信埋呢啲嘢。呢排咧仲有啊，而家咧就嗰個阿富汗咧，如果搞掂埋阿富汗咧，成個中東就全部親晒尾噶啦。阿富汗嗰班由巴基斯坦落手搏，搞掂埋佢哋。跟住咧，伊朗實際好重要。伊朗嘅石油將來可以供應邊個咧？供應印度啊！印度呢個市場大啊嘛，印度冇石油噶如果你可以供應印度，呢個成個中東考慮咗。跟住中國嘅能源將來咧，Trump 嘅諗法係邊度咧？由阿拉斯加嗰度落嚟咯。阿拉斯加個天然氣同石油一個叫做阿留申同埋阿留申群島。阿留申群島嗰邊係嗰度咧起條管一路咁就砌到落嚟，日本、韓國、中國有距離供應。呢盤棋就係能源棋嚟嘅，好大嘅。呢啲全部佢要控制成個局。咁能源要運噶嘛，佢所以所有嘅運輸渠道咧，佢要菜咧，佢全部要守住嘅。呢個就係實際阿 Trump 嗰盤棋嚟嘅。咁又賺錢嘅喎，唔係淨係出錢冇用，我要賺錢嘅，又要幫美國賺錢。咁你就叫強國啊嘛，所以大家唔明以前咧咩平等有咩平等而家即係平等到佢就嚟破產咁滯。美國俾佢平等就係全球主義就係平等嘅，平等到美國差唔多真係破產啦。你諗下38萬億嘅債，實際就破產咗，只不過冇人逼佢破產啫喎。實際你如果咁嘅，我哋喺會計嘅角度嚟講你絕對係破咗產噶啦。咁而家阿 Trump 咧就挽回嗰個問題，希望逐步還翻債，成件嘢平翻盤數啊！呢個就係一件咁嘅事嚟嘅，真係一盤咁嘅事。以前俾你嗰班人個個都係你美國可以印，咁我都要有份，個個都有份。咁Davos 咧就係分美國嘅錢，實際 Davos 就係分美國嘅錢，就係一個咁嘅組織嚟嘅。另外一個分美國錢就係巴黎氣候協定。嗰啲要富有製造啲名堂出嚟啊！係啦，富有國家俾錢窮嘅國家去減碳減排。而家污染個源頭最勁嘅就係呢啲咁樣嘅，即係第三世界國家。中國同印度污染啦，冇人出聲嘅喎。而家叫你美國人行，你呢度唔得，嗰度你啲汽車又要點？美國有咩污染咧？加拿大有咩污染啫？你根本講都多餘啊！你比起中國，我話俾你喺中國你去山西，我成日都去山西㗎。飛機一落嚟，一開到門啫，即刻就戳住道口啊！真係戳住啊！嗰啲叫做 PM2.5啊嘛，最大鑊唔係二氧化碳啊，二氧化碳冇嗰啲裏邊啲粒嗰啲嘢啊，懸浮粒子啊，嗰係懸浮粒子，嗰啲係入肺之後就入血管嘅，出唔翻嚟嘅，成日都係呢個字咪咁整下咧，你就肺癌啊呢樣嗰樣就嚟噶啦。呢個你話真係話要空氣污染啊，唔係二氧化碳，係呢啲咁嘅懸浮粒子。所以我清楚，我以前佢有標噶嘛，而家呢排講少咗，即係大家都明白啦。問題喺大陸就有用，
就係有用都冇用啊，變咗你搞唔掂嘅，你日日係咁燒咗咁多煤，煤裏邊有啲粒子，嗰啲粒子就害死你啦。所以你一定要用咩辦法隔咗佢？有咩辦法？有啲咧用有電戴 N90啊，戴個豬罩啊，嗰隻豬嘴啊， N90，佢嗰邊咧要佢嗰度燒煤嗰陣時咧，要有啲嘢唔係用 filter 都唔得嘅，要有啲特別嘅措施，用嗰啲電嘅有啲用電嘅靜電嘅辦法咧，攞佢全部吸晒佢，唔俾佢入去大氣層裏邊。呢個我研究呢啲嘅，我有一兩個項目就係關於呢啲嘅就二氧化碳咧反而好喎，而家日本攞啲二氧化碳嚟做咩？做嗰啲叫做甲烷甲烷汽車，甲烷啦，有甲烷嗰啲氣咧，嗰啲甲烷做出嚟咧，俾啲汽車用，可以入翻去嗰個所謂嘅煤氣網裏邊啊。好，所以二氧咁化碳另一個話題啦。唔係，即係事實就係咁樣，就係呢班友，但係呢班友咧攞二氧化碳嚟做標準喎，咁呢個就唔啱啦嘛。完全係誤導啊！完全嗰個 L 哥啊，完全係誤導啊！呢條友L 哥大騙子就當時嘅科技探索水平可能就係咁多，到後嚟唔係佢哋班知嘅，Victor 冇入啫。我哋都唔係搞科學都知，佢冇可能唔知嘅。副總統冇可能唔知，嗰班友冇人承認㗎。直到阿 Trump 話出嚟，呢個就係 Greenspan，即係綠色嘅騙局。係 green scam 嚇，呢個即係呃神騙鬼嘅嗰啲綠能啊，全部都我嚟燒錢嘅，我嚟益嗰啲大企業，但係個效益就好低嘅。咁啊，特朗普嬲到震喎！有現成嘅煤，現成嘅我哋有石油啊，咁你點解唔用啊？我哋仲可以出口啊！咁啊，即係石油點樣令到佢嗰個減碳係有技術，而家可以控制到嘅咁啊，問題可唔肯做嘅啫。好，今日講住咁多啦，講到即係伊朗真係等舉雙手投降嘅啦。咁啊，我哋亦都隨時同大家跟進呢個新形勢。今日就好多謝大家收看，記得撳個 like，CLS。咁啊，多謝 Elma，咁啊，多謝各位觀眾收看。咁啊，下次節目再見，再見。好，拜拜。